来看台南的嘉义一间庙，伫昨暗8点外，因为射箭放炮啊，造成附近的杂草着火，加在是无人着伤。台南市环保局表示讲，虽然是伫规定内的时间放炮啊，也毋过已经造成空气的污染，会过来追查，上最是当罚10万块。规堆杂草拢得要互大火烧了了，阁强要烧着边仔的车。加在消防队接到通报了，赶去现场把火拍花，无人着伤。那燃烧面积约50平方公尺，它没有损失，也没有人员受伤。详细听画面会当听到宫庙顶头拍鼓的声，原来是嘉义一间庙咧绕境放炮仔时，无细致烧到边仔的杂草堆，引起火烧。庙方嘛感觉真歹势，不过台南市环保局讲已经造成明显的空气污染，后续会照影片的事实解决。那我们从影片可以看到有产生明显粒状污染物，那环保局后续会前往搜证确认，如果有违规行为人，或者是因为公庙活动而产生者，将依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规定，最高处10万元以下罚款。天气较热，可能伊使用讲这烟火的时阵有无无细腻大个安放着讲阮边仔遐的一寡杂草堆安尼，甲造成讲到大家困扰安尼有无庙方这边真是非常的歹势安尼。除了绕境引起火烧，台南南昆新10发生高雄地区宫庙顶头的人出入庙的时，甲别个顶头的人烧的起冤家，甚至起脚动手。目前警方已经查到出手共拍嫌犯事项，会陆续通知到案说明。影片发现双方有数名交班成员疑似有斗殴情事，本分局已掌握相关人员身份，并通知到案说明。警方呼吁台南有丰富的宫庙文化历史，定咧办的进香绕境活动是为着祈求风调雨顺，民众若拄着纠纷，也着理性处理，避免冲突暴力。记者综合报道。